一大早，南庄的夫妇拿着还没洗的衣服来到洗衫行洗衣服。这已经是南庄妇女们的基本动作，因为在这里除了可以听听和说说八卦之外，吸引南庄妇女来洗衫行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是南庄的后水。南庄的好山好水真的是南庄人的骄傲，不过很难想象40年前的南庄与现在的样子却是莫相拥了。南庄做台北东都炭矿，炭矿呢，佢因为佢采炭，洗炭的时间流出来的水呢，那几只河坝，撞到全部污哦，所以我印象最深的就日去河坝的时间，看到的就係污的河坝水，污的河坝水，冇辦法。卡去河坝去搞，甚至讲冇办法去河坝作呢。这是南庄爱乡协进会的张爸。张爸说，南庄可分为几个时期，最早是黑龙江时期，代表的是矿业兴盛的时代。接下来是黄河时期，因为伐木业的滥垦滥伐，让台湾一来就造成土石流，土石流就是黄河，而这个土石流也让南庄当场变成了一片汪洋。自此之后，山林禁止砍伐，矿业也渐渐式微。30年间，南庄人口退减了一半。可是也因为这样，让大地重获生机，保存了大部分的后山后水。我记得我一班带我同事去生意来南庄搞水是他也是河坝都搞水，生意是双双抽的。生意挺有意思也是树这个水是这样子，那个泉。我同事問我講，老大，你做嘛個樹那個水按安全，我講唔知個泉看啦，其實在用安全啦，就水很甜的哦。戴爸很驕傲地跟我們說，因為水很甜的哦，所以桂花巷社區工作坊煮出來的咖啡相當的好喝。我們看着戴爸講着南莊，臉上的神情只有一個非常幸福。他說客家人係團結的，不是排外。嘿，愛鄉的不是封閉。他們說故鄉的人本來就該為故鄉做點事，但這是比較冠冕堂皇的說法。實際一點，戴爸跟我們說，其實辦活動只是想找個借口與鄰居同樂而已。不過看到他們認真為故鄉規劃未來的模樣，我們知道他們這一群人絕對不是隨便玩玩，他們可是來真的哦。對了總體生意來講對自家家鄉的嗰種感情好像可能我哋冇法感覺到，因為很多老闆要蠻看雖然配會講，但是最重要我不家比下講。你喺多啲下來自家40兩歲了對於自家鄉有啲心態。韓國自家是教育生意嘅輕重要，將來什麼生意從小我是來講嘅起碼先嚟講。從小冇乜講好本事從小都睇冇乜好變，但是我最重要輕重要一點本事就快樂的童年。你輕重要一點。因為這份對家鄉的認同感，愛鄉的南莊人正悉心呵護着他們的田園夢。協進會成立的10年來，將南莊的夢想一一實現，所付出的心力也將南莊人的心凝聚在一起，卻因此打開了南莊的觀光大門。但觀光人潮一來，問題也跟着來，許多遊客不懂好好善待南莊，協進會看不下去，組成了護溪義工隊來保護南莊的珍貴資產。他們花了2年的時間，才將河川生態漸漸挽救了回來。正如張爸跟我們說，假使那時候我沒看好那河壩屯的以後生意冇捱的時候生意最河壩掉咗的，佢就絕對冇上心呢。講來南莊多啲看嘛，我特別為老人家介紹講，來南莊看嘛，看南莊的山呢，看南莊的山，看南莊的水，韓國人呢來到南莊呢個地方係當作客家人的一啲素材，做得來體驗一下南莊客家人的人情，所以呢個第日會來掌握了3點的吧，相信來到南莊呢，可以幫大家留下當時的一個印象，這樣對啦，還好。南莊的規劃方有這麼一群愛鄉愛民的人，一群團結的客家人，讓這個客家莊可以繼續看得到魚，繼續洗衣聊八卦，繼續南莊的後山後水。
这悠扬的歌声不禁令人油然而生思古的幽情。是的，这就是传承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客家山歌。客家山歌的缘起原本只为了抒发人们喜怒哀乐的情绪，如今却已成为客家文化中代代相传而绵绵不息的精神文化了。其实呢，我哋客家人嘅山歌啊，真有特色。其實就係客家人生活上嘅一種嘅感情，佢按樣想就按樣唱出來，一頭做事佢就一頭唱山歌，安尼就喊唔會缺喲。客家山歌啊，有老山歌，還有山歌子，還有平板，還有小調，還會教學生嘅唱平板。平板學生嘅就較愛唱，也較接觸。和學生嘅較喜歡唱嘅呢，就係小調，客家小調，就像天公落水啊、桃花開啊、唱船跳啊。像早晨呢，我哋小朋友唱嘅就係小調嘅部分，一頭唱山歌，一頭本起道具再配合，嘅學生就當有興趣哦，我嘅主張啊，就係加唱歌嘅來學客家話，安尼呢客家話也學到嘅，客家山歌也學到嘅。天公啊，落水呀！用的想，就用的唱出来。这即兴的创作就是客家山歌最大的特色之一。在新建苗栗头份国小的生活教育中，能融入客家山歌的教唱之余，令人庆幸地看到客家文化的薪火相传。希望这些小朋友们能在客家山歌的教唱之中，体认到乐天知命的客家人。因为有了山歌，而充分展现出我们浓郁的生活情感。更因此丰富了我们的生命。随遇而安的客家人，借着即兴唱出的山歌，不但传递着我们对生活、对大自然，甚至对你我的关爱之外，彼此之间的心意相连，也透由演唱者当时的情绪而表露无遗。这传承已有1000年历史的客家山歌，不论唱出的是哪一首曲调，描述深刻入微的歌词中，再道尽了客家人克勤克俭的生活哲学，以及随遇而安的生命力，那种安于天命的生活韧性，也许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特有文化吧。长夜拉丝啊连针啊真是连，大班啊有三妹，大班啊有三妹，大班三妹，三妹过新年哦那有的有。长夜拉丝啊连针啊真是连，大班啊有三妹。大班啊有三妹，大班三妹，三妹过新年哦那有的有。大班啊三妹，三妹來啉酒，比比啊又站站，比比啊又站站。在这一声声清幽的歌韵里，经由这山歌交唱的传承中，我看到我们客家文化绵绵情谊的新传。熟悉的汽笛声响起，望着月台上的火车缓缓离去，没有太多的声音，没有过多的喧哗，悠然记得40、50年代的内湾山城。
因为有着这么一条铁路，带动了内湾的发展，从有如小上海般的灯红酒绿，到洗尽一生的铅华，内湾就好像经历过了一段生命中的起起伏伏。然而，内湾火车线对许多人而言，也许只是儿时的回忆的一部分，但是对内湾的客家乡情来说呢，却是有着许多密不可分的情感，因为那是满载希望的开始。当然，车上所载的却不是在那一车车的煤矿及木材，而是那一群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异乡朋友们。呢2-3年來，內灣發展同挪威完全冇同樣，加上呢擺鐵路橋，佢那來起嘅火車那來發彩繪列車，哦，你啊搭呢擺哦，5節車廂坐嫩嫩嘅，正到我個冇得，好，所以你啊發展剛剛行喺度，你啊內灣行嘅路線。曾經有人說，台灣是個好收宅，因為它有山又有水。如今的內灣小城景色依舊，只是多了一股那濃濃的人情味和老祖先們所流傳下來的文化氣息。而那自然的風光明媚，加上那真真實實的後山後水，更是讓人可以毫無保留的盡情徜徉於山水之間。我想這都是讓這整個客家山城呢，處處顯得格外吸引人的原因吧。在2年多前在一個因緣際會的機會裡面我送貨到內灣來，因為我是做古董類的買賣，送到內灣就是古董家具類的來到內灣的時候，我看到內灣的青山好水，空氣也好，我在想說，如果我有那個機會的話，能夠在內灣一定會過得非常愉快。結果呢，我那個時候就開玩笑的跟朋友講說，哎呀，有那麼好的機會，你也幫我留意一下。我沒有想到我的朋友他真的很認真他在1個月以後就是幫我找一個房子，他還很興沖沖的告訴我，他說告訴你那房租非常便宜結果我在跟我太太講，太太講說好啊，那你就去看看啊，結果我們就來到內灣了。結果看到以後，第一是老房子，我本身蠻喜歡，而且紅磚的，我非常喜歡。朋友們，心動嗎？如果有的話就要快哦，因為火車可是不等人的哦。隨着火車所到之處，那一聲又一聲最美麗的讚嘆聲，無疑是發自出內心的驚訝聲。而火車站的附近有一棟典雅的日式建築，那就是已經佇立100年的內灣派出所。站在這裡不但可以目送火車進出站，更是可以鳥瞰內灣車站的最佳觀測點。除此之外，當地還有許多著名的景點，都是值得一探究竟的。再往前走，老街的入口處，便有着一座造型優美的內灣吊橋。走在橋上的時候，尤羅溪的層層流水之美，都將盡收你的眼底。如果玩累了，附近還有民宿可以提供民眾住宿。睡的可都是價值不菲的阿婆古董床哦。那我本身是做這個寺廟建築我比較喜歡台灣老的東西那所以說我的店所陳述出來給旅客住的，我就用50年代的手腕去布置。一條木馬，一絲斧旗，看着民宿老闆夫妻細心的為我們工作小組示範木馬時的表情，真的不難想象到當時的情形。而佇立一旁的是在所有舊式建築當中最屬輝煌的內灣戲院因為那裡有着屬於內灣的故事。然而這個曾經是台灣最古老的戲院之一，在工作小組達到之前，卻已經面臨了拆除整修的工作。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一時間真實與戲劇的界限難分，仿佛是走進了時光的隧道裡。雖然如此，但我們相信那一切屬於內灣戲院所播放出來的一幕一幕，將會永遠流傳在每個人的心中，永久不忘。
懂得喝茶的人都知道，一壶提顶临香的好茶，整个茶叶的制作过程都是需要非常讲究的。而在北埔更是出产了一种奇特的茶种——烹缝茶。因为我们这大批的没有，大批的它都是我们做那个环蒸，那个绿茶做这些。烹缝茶是咱是秋茶这一批，只有会长一批而已，一年当中只有长一批。然后我们这个大概就是白露这里也带一点点，不是说整年度有烹缝茶。到底是怎样的茶叶居然这么样的稀少呢？但是讲烹缝茶，佢唔会抬，佢从土边用，只用抬唔起嘅。咱普通讲烹缝茶两类来讲，其实是从土边来茶嘛，佢完全发育不育唔是嘛，其实是按照烹缝茶，其实良心是这样，也做出来是非常的香。与一般茶叶一比，烹缝茶的确就是发育不良的清脆嫩叶，它的香味却也更加的浓郁。这么万中选一的片片精选，传说当年被发迹的过程也相当的特别哦。当初家下人咯，是讲人有只茶室啊，都爱记住地位人咯，从人茶室人去做茶，对人环境上人拼，唔系讲嘛台师傅后面嚟只茶室都来做只茶。今日做这茶的时间呢，谈讲去品尝还有多少其他习惯，像我食豆酒啊，下巴朋友打嘴鼓啊，行业的生活嘛，本人是对装下时间，前多当闲的时间。因为呢，这道去请的道师傅呢，找到当好的茶本机，当好茶本机的时间呢，其实人咯唔记得，全来屋卡做茶，日本茶人咯，从古以创的时间发酵啊，你做茶系发酵，系对只茶的清音当重要。在发酵上过的时间呢，其实让我茶做出来啊，摆你个茶茶多少变风风浪，风风浪是大家自家小气啊，你做了茶就马蓉了，这里莫因为让卖啊。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错误，让上等嫩叶加上长时间的烘焙，产生了特别独有的好味道。这样的好味道，让喝过人都为之心仪。这就是只有到北埔才能喝得到的烹缝茶。咁後來呢，到解到日本時代時節啦，開始因為北部啊，咁樣子慢慢做咗一種嘅茶，好清秀、好清熟嘅，咁下也是日本嘅總督嘅政府呢，是對台灣辦咗茶葉嘅博覽會啊，茶葉博覽會。咁北部嘅咧係茶葉，那時候唔該博覽會買時間呢，談講啊，熱氣啊，啱先是買兩箱嘅啊，而且啊，從下年哦，台灣當年買茶嘅啫。最高的標準啊，所以買北部的烹縫茶。雖然說物以稀為貴，可是珍貴的烹縫茶卻是讓人花錢花得無怨無悔，甚至早在日據時代就已經紅到國外去了。有一位英國的商人看這茶如此的高級，就將它獻給英國女王品嘗。女王一喝，龍心大悅，讚賞不已，於是世名為東方美人。就因為當茶葉泡開的時候，那伸展的形態就有如東方神秘的女子一般美麗。你烹縫茶、東方美人茶，因為你往往啲啦因等於東西要按好啊。台灣來講，是只可能二隻茶主要英文嘅色彩，主要歷史嘅色彩，所以你這個創作出來的東西啊。但是往往喺感覺上，因為買兩種茶，買當年呢，感覺咧係茶，做咧茶咪做當年呢，添到幾隻當好隻舞台啊，從咧係講，從一般人食兩種嘅茶啊。冇是當然買到兩種嘅好茶，但是我哋是講做咗好好的環境，做得人家撈嚟茶，相互嘅裝啊，做咗人家撈啲當到好嘅部分，人家表現出來。老闆說，北埔是自己的家鄉，家鄉有這麼好的山，這麼好的水，可以種出這麼好的茶。他要是沒有繼續下去，是會對不起祖先，對不起自己的。現在古大哥已經是第4代了。東方美人永遠都會是他的傳家之寶。
家人好客，从800年前就已经这样了。家里有人来访，总是希望客人能够高高兴兴，有被招待的感觉。就算日子再穷，也要想办法。穷则变，变则通。再平凡的材料都要变化出最好的东西来。麻糬据说就是这样被发明出来的。不只有心意，还要有诚意，这就是客家人。特别老人家就讲，特别省嘛，农业就是这省哦。咱一家种多就糯米哦，所以打糍粑。咱个係土心橋嘅時間吼，有咪用咧打糍粑咧做大一年煙黑吼，煙黑咧不然你搶就點算團糍粑不然說吼，你講分樣嘅啲煙黑來講，哎呦，安尼一家耕種吼，秀春當好啊吼，你嚟糍粑吼。做大戲啦，吼，香港嘅當好哦，分樣幾多來吼，你來參加啊，都喜事嚟都所以講打糍粑。别瞧不起这坨白乎乎的糯米，也许材料看起来真的是很单薄，可是这做起来可是得花不少的功夫。几十斤的大木锤，每一锤锤下去都得花上吃奶的力。就算是这样的年轻大汉来捣，也得捣上10几分钟了，可说是礼轻情意重啊。讲起来也很有趣，台湾各地可以说是都有麻糬这种名产，也许是大家的老祖宗其实都相互交流过，也说不定。可是如果要说到谁的麻糬讲究，这客家的糍粑呢，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了。这拿来招待的东西，当然就不能马虎了。这诚意跟用心就是最重要的了。要不然来讲吼，耕种还是这啦，就耕种你来啦，你割窝吼，将去2月天公下主头吼，割窝还是这是恁到水啊，所以讲做点心还是这吼，又用了日头讲糍粑加是雾汤水啦，叫妈去煮来吼，所以讲牛滚水，那个叫妈呢，所以讲安尼做得去风寒。雾汤就讲将去中暑哈，所以讲穷下煮的3點鐘叫嘅開點心，3點還是即開點心哈，就本安尼國寶師傅說哈。那個牛呢，安尼是牛呢，看到cái xuân頭哈，那個牛搞水嘅為首啊，cái背囊哈，曬起頭曬到少少曬唔到，安尼佢才來水到拄啊，一搞嘅飯線搞咧搞起來，所以講牛滾水。古时候的客家人因为看见池里的牛打滚，就能想出牛万岁这样可爱的名字。现代的客家人当然更是创意十足了。看看这么滑嫩香 Q 的糍粑，老板娘可是一颗糯米也没用哦。因为你啊成人呢，就歲以下成人呢，做唔得食糍粑會更多。韓國嘅80歲以上嘅冇牙齒嘅人呢，老人家會更多。所以呢，喺山東山精藝術方面咯，仲計種係牛奶做嘅糍粑。全部摸了種係糯米吼，安尼改良吼，食到最多數嘅飯吼，咱歲以下嘅成人呢也做得食吼，80歲以上嘅老人家冇牙齒也做得食吼，大家食到唔會更多吼，所以講了為到了成人嘅健康吼，老人家食得，成人也食得吼，大家是如果食到了福氣呢，所以講喺度推出嚟都用鮮嚟做嘅，吼糍粑入口即化，入口即化哈。糍粑的材料从糯米变成牛奶，可是口感的香 Q 是不变的，制作时的用心也是不变的。严格说起来，更多了一份健康和贴心。也许时代会进步，环境会改变，可是客家人好客的那一份诚意，是无论如何都会被保留下来的。下次有机会来到客家庄，别光只是急着买纪念品，好好跟老板打声招呼，做个朋友。老板不但会亲切地跟你介绍客家庄的特色，更会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客家人的好客。
来到了新竹的北埔乡，一过南埔桥，桥的那一头就是一片景色宜人、富有田园风光的南埔村了。看了令人心神气爽，心底深处却油然升起一股思古之幽情。此时，耳边隐隐传来潺潺的流水声，转头一望，一座古老的水车就耸立在不远的身旁。一位老阿伯呢，正辛苦地转动着一座古老的水车。哇！想不到深藏在儿时记忆里的画面，竟然生动地呈现在我眼前。刹那间，我的眼神不禁被这感人的情景深深地吸引着。你喺水車吧就要130人嘅歷史啦。你喺水吧對你喺浪山對523條路嘅，你喺水完全冇污染水，你喺水真正嘅。你喺水車吧因為佢哋係全部嘅天在高土呢。去水唔多，依家水下灌溉有他们5分之一水，也水就清开。这水的流量的确是又大又清澈，实在是难能可贵。直到今天，这座拥有130多年历史的水车，它依旧尽其本分地转动着，为我们南埔村的客家庄灌溉着这里的每一份田地，永不停息。就在与这位老阿伯的闲聊之际，更亲自为我们控窑。控窑的情景顿时勾起我儿时的童玩记忆。在现在的时代里，都市的小孩哪里懂得什么是控窑？就连我也是难得一见啊！特别做生意这就靠要多点好咩？现在吧也就一些新的东西是到一般人冇空用啊。因为刚些是喺北部上农会啊，还是有家搬出3条班啦，3条班将来做班长啦。该台条买出去啊，斜条什么话做买咩？还俺青总管事啊，就是。现在经常我做跳那好啦，你讲到你本人来控窑做传统的做法，来控窑现在做一家做一家要提4年的事哎。说起控窑的故事，那真是令人鼻酸啊！在以前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颠沛流离，只为了煮食充饥所延伸的控窑，是多么的克难与无奈。如今的控窑情景，居然是为了提供给游客们享受乡间烤肉的野趣。当然，来到南埔村的客家庄，要你欣赏与回味的不只是控窑而已。今天的南埔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当有名的观光游览胜地。在这里，你不但可以浏览水车、堆土控窑，享受野趣，更可以搭着牛车游览一下我们南埔村的乡野风光。因为等到食物控好还要一段时间，于是他领着我们搭上牛车，来一趟迎向自然、走过历史的南埔村风光之旅。除了牛车之旅，在南埔村的古农具馆内，当年这些所使用过的农具，不但保存得相当的完整，而且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看到这些古农具，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农民的一锄一禾的辛苦之外，更体验到今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得之不易。我们应该要珍惜并感激这些农民所有的努力，不是吗？经过了这一趟缅怀历史的时光之旅，哇，我们刚才所控的番薯与鸡腿也熟了，也该是让他们出土的时候了。看着洛阿爸用锄头一耙一耙地把土耙开，哇，这个感觉真是令人兴奋啊！哇，终于上桌了，眼睛看着洛阿爸一寸寸地撕开锡箔纸，鼻子闻着空气中洋溢着控鸡腿和番薯的香味，我的五脏庙早就饥肠辘辘了。当洛阿爸一打开锡箔纸，天哪，金黄色的鸡腿透着发亮的油光，不禁令人垂涎3尺。我还是少说2句，大家赶快来大快朵颐一番吧！你看，大伙吃得多起劲啊！是的，在今天的忙碌社会中，都市的文明早已淹没了乡野的情趣与悠闲。曾几何时，你可想要偷得浮生半日闲，徜徉在历史的时光隧道里，回味着往昔的童趣。建议你来一趟南埔村的客家庄之旅吧。
踏着熟悉的步伐，在内湾土生土长的范阿婆就要领着我们去一探这内湾地区最美的宝物——九江花。野姜花的香味清香迷人，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可别误会了，这一片一片的野姜花田中，范阿婆宝贝的可是这油油亮亮、闪闪动人的绿叶呀。是的，对身体也好。啊，像咧，血压高啊，你看咧弄弄来哈，还可以拿来打水。是，哎呀，这血压啊。我知道啊，以前我阿嬷都这样做。以前哪里有医生？特别毛线上啊，专门买几个呛草啊，热多啦呛草，像啲水片做呛草没学得的东西啊。阿婆说，内湾的土地好，种什么都好，野姜花更是只要有水就能长得当浆当浆。爱两个添嘛，一个来一个冇一样添嘛，还是。佢講緊自家出去做條路啊，都不曉架咧，土咧，做先出去做啲我兩路都冇條路啊，樣個山咯，出戳啊，慢嚟戳。我記得實見到開會就咪長下去，慳嚟應該談開會，我也好。你看到講，我哋做客家板啊，我就想到講，做客家板，我去到我條擺嗬，細嘅。12、13歲的時間阿婆啊唱的，我不看剛動到天呐，插秧呐，天呐，當發啊，唱到嗰度供應那個日本戲台啊，是供應唱到冇乜個好事啦，嚟到讓我做阿婆是唱到會包咧做啊，日本戲台包也冇蝦米，也冇香菇，那冇豬肉，哪有豬肉？是按青菜炒啊。去山當鬼的，佢要將花挑轉來吹，用重口啊用重口吹，重，就這樣來把媽去炒，在那裡爆。到底是這樣一個按好食，他這個就專門食嘅，這個我婆是按到沒做我最好食啊！遺失60年的客家美食，范阿婆找回來了。阿婆循着兒時的記憶，把野姜花根部研磨成野姜花粉，與粽子做最完美的結合，每一顆都是上品。今年打棒了，野姜花粽子滿街都係，近年來總係講，咱呢班是野姜花粽子，總係咁樣講，繼續下去啦。一進來嘅從3台4台人來嚟啦，4台人我野姜花粽我要交代好嚟啦。我不給繼續做下去，他們愛順我必繼續做下去。原來只是阿婆刻苦時期的私房菜，沒想到就這麼成了內灣的特色。一顆顆淡淡清香的野薑花粽，讓內灣快速竄升為國內人氣最旺的觀光景點。我們很多同學啊，大家也都是因為家裡面做生意啊，然後大家都會回來幫忙啊。幫忙家裡面啊，招呼生意啊，所以那種變化很大，跟我們小時候這種鄉村的感覺跟現在都不一樣。現在這邊整個都已經形成一個商圈了，人潮非常的多。我們小時候那種感覺就是，反正晚上到了8點，可能大家都熄燈睡覺了。那現在不一樣，如果是螢火蟲季的時候，那到晚上12點多，小火車還在跑所以也因為媽媽的關係，所以我現在固定都會回來這邊幫忙啊，幫忙所謂做這個生意啊，然後跟媽媽之間的互動也可以更親密一點，所以那種感覺很好，所以我很樂意回來，也很喜歡回來。一輩子只會種田養孩子的阿婆，到了70歲做起她最不熟悉的事情，做生意。每天幾十斤的重量，阿婆就是努力的炒，拼命的炒。阿婆在意的不是生意興隆大富大貴，她在意的是只要每逢假日可以看到自己的女兒回到家裡來幫忙，那種幸福的感覺才是最重要的。野薑花粽生意好，帶回了內灣的孩子，當然更帶回了向往鄉村之美的遊客心。
越夜越美丽的台北，大大小小的夜市是现代化都市中最有人情味与台湾味的地方。其中士林、通化街、饶河街、华西街可说是台北夜市的4大天王。目前的通化街夜市已经规划成临江街观光夜市，有各种美味小吃可大快朵颐之外，还可边散步边逛街购物，而且沿街随处可听到各种喧哗的叫卖声。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以客家话来招揽生意呢？其实早期的通化街可是客家人北上创业的新生地。位于临江街的大德生药行的李德俊回忆当年从新竹竹北来到通化街的情形。应该42年、46、7年个啊吼，来研究通化街，通化街现是中下应该都个35甘蔗刚才有几天处理材料后吼，还有去做摩天梯好做，还是想要特别做工啊，做工啊，现在特别客家种。也在按照通化街，我睇下一个风机穿可能要漂泊啊这样。那时我别我做呢差不多耐过诶，难耐大概就别个用啊拼的就别个啊，炖了用马竹竿诶，马竹竿诶炖它用耐啦分嘢，所以创了也是别许多人也有了当国家事去创上人们要主持起来呀。由于通化街、临江街地势低洼，遇雨就淹，所以叫坡心角。因为客家人不少，又称坡心角为客庄。客家人移民通化街的人数在民国45年前后最多。也许是客家人的天生个性使然，住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像在自家顶楼的铁皮屋顶上种植蔬菜的柳太狗呢，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刘家菜园。喺度通化街，我喺4歲送推北，喺7歲搬到通化街，來超30、48年嘞。你睇推北做上喺啲係故鄉嚟啦。因為我啲鄉人吼，鄉下裏邊係日生啦吼，係窮欠，喺我上啲了，喺電腦嘅了當吼，慳也冇做埋種，所以上去種啲菜。你講種出來時候，從喺熱天時係要種菜瓜嗰啲吼，所以一打係打到白浪跳嘅時候，我哋做雜下來分飲茶嗰啲吼，喺大家做個。这个敦亲睦邻来该工作啊，一方面还做些事，啊一方面要做些做一些有功哈，做那个像动田，送了当还是可能该让水瓜一跳一跳动动，还让心情动溃动安样。来自新竹新埔的柳太狗，有着客家勤俭的精神，利用回收后的保利龙鱼箱，种植10多种有机蔬菜的空中菜园，看到不只是生气盎然的蔬菜，更看到人与泥土那种无可取代的感情。充分展现客家人聚族而居、落地生根的个性。而位于通化街39巷的通化福德宫，早期以闽南人为主，由于客家人对北公的信仰极为虔诚，因此成为客家人信仰中心的客家庙。了解北公庙啊，是你客家人嘅寄托嘅。哦，现在客家人是特别来了通化街先。摸外面有拜拜啊，人家已经习惯性的，下边就从去了做啊，就拜公拜啊那样吼，还所以到了个有只北公庙，所以就客家人就专门来，所以以后人当部分讲下啲一北公庙嘅客家庙迄就变体有人抗议过，到了目前非常了北公庙非常反映非常的灵验，你所有求的真了多，你求忙是真了在的目的。所以今日我中安普因子为大家被真相。乡愁定居，台北客家，一群离乡背井迁徙北上生活的客家人，历经艰辛岁月，将人文荟萃的台北打造成客家族群的新原乡，形成台北独特的客家文化。下一次来台北临江街观光夜市时，不妨用不同的角度来感受客家人多元化的融合。你会发现客家人强韧的生命力。正所谓台北同化成景，客家文化成港。
客家流民犬。提起客家流民拳，也许你会很陌生，但是在中国的武术界里，甚至是我们台湾目前的武术界之中，那可是惊动万高、赫赫有名的。客家流民拳不但是民国78年一举拿下台湾第4届全国中正杯国术锦标赛的全国总冠军之外，更在民国80年北京第1届世界杯武术散打的锦标赛中勇夺世界散打金牌，也就是自由搏击的世界冠军。虽然说客家流民拳这么风光，但是这道拳术的历史与由来却是十分的沧桑与辛酸呢。中华民族在过去的历史里边都经验的战乱，所以呢老百姓为了生存就蛮来为办来办去嘛你办钱的过程中当然很危险土匪啦野兽啦，所以蛮来为去进去学防身的东西，所以久的多年流传下来，经过人的整理以后呢，特别按照流民拳流民拳其实后来就以客家人为主所以客家拳也做得讲是流民拳。是的，流民拳原来是流离失所的百姓，在兵荒马乱的逃亡过程中，为了求生存而发展出来的拳术，经过多年的演变之后，直到70多年前传到关西客家子弟范岩师傅手上，经他穷其一生的钻研与改良，再传至今天龙潭同样是客家的李光明师傅，才得以发扬光大。而客家人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流民史，也因此这路拳法就称为客家流民拳。由于这套拳路非常的实用，更讲究的是逃命避难的拳术，所以招不过山，出招时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出手则已，出手绝不留情的。流民拳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讲，平常老师傅常讲过招不能过山，意思是讲3招以内会给他作战，所以人的特色就是说，这个动作会非常有力，你这样做的一拳打翻对方嘛第二，那个动作会非常的有用，要非常的有用、实用，而不是废招。所以人的踢着就招不过山。第二个，你的力量非常大，速度要非常的敏捷这个是人家踢着的。这套讲究速度与劲道的流民拳，虽然在世界的舞坛上享有盛誉，更占有举足轻重的武术地位，可是在今天的社会中流传的并不普遍。然而它却足以堪称为国军代表性的武术，因为我们国家特种部队所研习的武术就是这道客家流民拳。不但如此，国内许多有关单位所学的基本防身术也是这一套客家流民拳。国家的单位有调查局，有海巡署，有各军种的特战部队，全部采用人家流民拳。那么人的民间有很多人的分管、总道馆在推动，因为这种的拳踢着有实用，又对身体的健康有非常的帮助嘛。所以我本人非常希望讲，人家全面的认同，也是讲大家来传统的武术按好的东西然后将社会治安那种较危险的时间，短棍妇女用空手较危险嘛这里用短棍，我们流民短棍也是非常的实用嘛，像治安单位也有单位已经采用，所以我非常希望讲，有关单位能够去从事人家这种的运动。没错，在今天动荡不安、治安不见理想的社会之中，不论是生活上的、经济上的，甚至于人际关系上，人人都应该有一套自我的防身术。而如何学习这套拳术中的最大特质精简力术，从中了解到这套拳术的各种精神而用之有道，也许这就是客家流民拳的精髓吧。
在台北，一讲到客家小吃，像是吹薄啦、喊半眼啦、半盅等等，会是哪一家最好吃呢？内行的老饕们一定会告诉你，罗妈妈做的客家小吃亲后生。在以前，罗妈妈一大早做好客家小吃之后呢，罗爸爸和他的儿子就会帮着罗妈妈载着一箱箱的点心和小吃到固定的地方去卖。才一拿出点心和小吃摆开摊子而已，老顾客们早已等候在那里，等着买小吃来解馋了。罗爸爸和罗妈妈经常在固定的地方摆摊子，像是国父纪念馆啦、故宫博物馆、象山登山步道等等，都可能在一早就可以看到罗爸爸和罗妈妈的踪影。其实一直到今天，罗妈妈的客家小吃都还没有正式的店面，但是罗妈妈的生意却从来不输给其他的客家美食店。现在的罗妈妈偶尔还会在假日卖些小点心给来登山的游客们吃，因为这些登山客都早已经从顾客变成罗爸爸和罗妈妈的好朋友了。保有客家女子传统个性的罗妈妈，闲的时候都会和罗爸爸一起在自家的菜园里浇水、施肥，又或者是两人一起准备隔日要卖的点心和小吃的材料。但是你知道吗？当年跟着罗爸爸一起来台北打拼做水泥工的时候，是怎么转变成做起客家小吃的呢？哇，印度啊，出来发展啦，先发五个，按从来特别大量东西特别是现在个结砖啊，结砖那对啦，结砖啊，嗰种时间嘛做小工时候啊哈。可能因个乡人呐，做当模式啦，可能还是想出来做小工做想啊，自家来做台工试试看啦。可能样板因自家来做，结果我下做到是真好啦，因真安乐啦，嘿啦。后来报名的时间，我是想做工作上演技好睇咧，好倒水咧，还是拿来冇买条路想。加减咧卖食的人啦，加减咧做菜包做该做的咧卖啦，系啦，个做因为我做生意也真好啦，生意真好，现在就真当然大家真会上下市场啦，大家会请为了人来帮忙，来人来卖啦。想不到就这么转个念头改做客家小吃，结果他们今年的名气已经是下港有名声。台北上出名，即使在这么不景气的今天，他们的订单还是接得全家都得熬夜赶通宵啊。相对最多哈，一家哈做1000斤的麻糬，1000斤，还相对500、300、200，老板人嘛，老板人你就50斤，生啊来先就哈，唔做咧帮忙弄啦。熬炸唔係熬炸時間哈，做天光呢，其中哈，我要去睡半點鐘，要好要幾小時。其實要做好客家小吃並不容易，他們這麼好的拿手絕活有傳承下來嗎？呀，我做嘢哈，我生意就好啊，練技術哈，穿下嘢啦，練哈。我啲外腳土嘅嗬，太肉土嘅線橋係唔會做，會上嘅夾住，因為夾得多，因為夾我係夾得多啦。來到處來線橋搶唔會啦。來到處展示哈，搶唔就提前名，賣最多了。原來他的媳婦和兒子都會做這些客家小吃，而永不退休的羅爸爸和羅媽媽呢？每天的工作除了沉浸在訂單上客家小吃的製作之外，閒暇之餘，老來俏的羅爸爸偶爾也會流露出客家人愛唱歌的天性，唱一首自己作詞的歌曲給羅媽媽聽，讓我們這些後生晚輩感到羅爸爸真是非常的浪漫。而羅爸爸和羅媽媽胼手抵足，夫唱婦隨，共同打拼生活的深情，真是令人羨煞。
法树下。听美妙的旋律，动人的声音，是不是让你有种悸动，仿佛看到客家人的乐天之命？这就是台北都会客家人谢宇威，唱出对生命的热爱，对于思乡的情怀，也融入在歌曲中。花树下，法书下这首歌曲代表了高雄米农当地的写照。米农是南台湾最具风情的客家庄，有好吃的板条及道地的客家菜，美轮美奂的油纸伞，传统建筑烟楼再造，人文特色浓厚的交工乐队及文学宝藏的中里河纪念馆，都再呈现独具的客家精神，绝对值得你来细细品味米农客家之谜。我喺台北出世嘅客家人哦，因為我爸爸係畫圖嘅一個繪畫工作者，所以從細我就看爸爸畫圖。爸爸畫圖嘅時間呢，佢全部會用西洋嘅音樂，還有古典嘅，還有客家嘅山歌，還有八音。所以講我從細就同爸爸用了各種嘅音樂，所以講就對音樂有非常大興趣。差不多我喺國小3年生嘅時間，我記得我有一天哦，我去買第一張唱片，就係安迪威廉《Love Story》，那是安迪威廉的唱片。後來國小嘅時有錢就去存錢去買 Bee Gees、Andy Gibb 嘅幾條嘅專輯。所以講西洋音樂哈，對我影響非常嘅大。我哋原本全部都係搞西洋音樂，冇我哋自家屬於台灣自家嘅生歌曲，所以講到好我哋客家嘅歌曲未下少。所以講就開始來嘗試來寫客家歌曲，差不多8、9年嘅時間開始寫嘅。那後來就拿過2擺全國大專創作的第1名嘛，因為安欣進入了唱片圈。似乎冥冥中就注定，謝宇威從繪畫工作者轉變成音樂創作者，也掩蓋不住他的才華，能為客家音樂做創新改變及盡一份心力。一路走來，獲得眾人的肯定與掌聲，謝宇威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希望我哋做啲播出我哋祖先客家人的好嘅部分，從樂天知命很堅毅的精神。從有些我哋感覺我哋客家人有時候會太過中國保守我感覺2個部分我們可以把它捨去掉。我希望我哋客家人台上講出來，唔是假我是客家人。雖然出生在台北，但是客家人的特質都在影響謝宇威的音樂創作之路。除了母語的熏陶之外，自我意識的省思，讓他對客家人文的熱愛又多了一份難以割捨的情感，像是昭告全世界，愛以客家人為榮。我係感覺一幾年嘅客家歌曲中國必親嘅。因為我感覺我哋客家人未到睇自家強用生活地下社會特別多，所以講做唔得，起碼做得用一種很輕鬆的方式來寫來唱我哋客家歌曲。那個不過客家文化就從啲台灣嘅它是一朵非常漂亮的花朵。大家冇強嘅作曲就從冇強嘅動作嚟發。我希望我哋寫客家歌曲呢，就做得讓我哋客家傳統嘅東西，讓現代東西。不計有一隻動畫嘅結合，希望我哋歌曲呢，後生人做得來接受，做得來認同我哋客家嘅歌曲、客家嘅文化。唔止係我哋客家人自家，還有其他嘅族群嘅朋友，向下來欣賞我哋客家音樂。都會客家音樂人謝宇威的創作靈感，來自對客家故鄉之情的抒發。不論自己老家桃園新屋，或是高雄美濃的傳統客家民謠、童謠，都成了創作的最佳題材。在音樂無國界的領域中，聆聽謝宇威的客家旋律，每一個音符都代表每一次的用心，真實感受客家人對生命的勇敢，發現客家種景物之美。都會的客家人昂首闊步走出客家音樂的一片天。
就在东市往古关的路上，沿着蜿蜒的山间小道，我们来到新社乡一座罕见人烟的原始山林。这里多年以前满山藤树，抽藤是这里特有的行业，居民就叫这里抽藤里。而我们所要来拜访的就是这山头的主人张大哥。传统产业、传统的农业来做啦，吼，就讲种带有树、高树啦，也是讲种带有绿化吼。因都讲咱这个以前的农业需要啦，吼。啊是每下是到了俺这加入了 WTO 了吼，伊个国际化，变讲在农业头同外国的竞争的进行竞争上，吼，比如讲慢慢的都讲。按的成本，按本地的成本都有较高啦吼。啊是讲，也是拄到真好的机会，是讲按遐政府也推行那个休闲农业啦吼。啊是当时就讲，按照考虑讲休闲农业到底按怎来做，吼。啊是讲困难，啊就也按这拄好讲，啊求也跟较后生，就跟你后生安尼都上了，啊无来试下看按怎来专业啦吼。啊是讲。啊，当然也这种年轻人的想法啦，但是慢慢的就会改变。这山头有个很美的名字，叫做凤林谷，也有人叫它小溪头。一条潺潺的小溪就划过这重重的树林间，在这放眼望去无边无际的深山里，初访此地的我们，有着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却也怀着深深的疑虑：这里到底还有什么呢？可是老板更骄傲地说：“记住马该做某啊！”在去年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一个朋友住在瑞典，那嫁到瑞典去，那我就去找他。那在他们那边，瑞典很大嘛，那他有一个，他们又是住在近郊，住了1个月，那旁边都是数公里里面没有什么住家，但是他就是有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厅，它盖在河的旁边，然后过去就是森林。那种感觉在那山边用餐，虽然是很简单的自助餐啊，但那种感觉非常的棒。那就在当时，我就非常的有一股冲动，你知道吗？就想说，第一个就想到这里。那时候就有一股冲动说，如果说把这里打造成跟瑞典那个咖啡厅一样，那将是我一生的梦想，一生最大的成就。因为对外国人崇尚自然的羡慕，更因为对台湾土地的无限热爱。于是就以天地为房屋，以花花草草为桌椅，在日月星光的陪伴之下，让客人们来喝上一杯咖啡，就像是拥有全世界般最奢侈的华丽享受啊！自然就是特色，你不要去破坏就是特色。在这边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跟几个朋友这样子一手打造起来的，这样子你会很有感情的。你如果说叫别人来做的话，可能就是说他会按照你原来的意思，然后他大概是怎么样做。他也不会去照顾说啊，这个笔筒树不要去碰到它，哎，这个台湾树不要去碰到它，哎，这里有藤你不要去碰到它，可能不会，他可能就是怪手来挖一挖，然后建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好，那交代给你，但是那个是没有感情的，没有生命的。那我们是，当然速度会比较慢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很有感情。原本只是斯斯文文的小生，卷起衣袖呢，盖起了自己梦想中的一砖一瓦，这里的一切都是老板的骄傲。而眼前这片青山绿水呢，在老板眼中更是一片片美味的食材。老板拍胸脯保证，在这里看得到的都可以吃啊。在新社乡的话，我们这里是在属于台中县的新社乡嘛。新社乡是一个比较没有开发的一个处女地，但是就是这样子慢慢的累积。那这里的客人对我们都很好，他会去介绍他其他的朋友。那客人在这山林里面。享受那种喝咖啡，在这山林里面那么原始，有那种热带雨林感觉，里面喝这种一杯咖啡那种享受，当然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咖啡简餐从前是在新沙乡从未见过的一个景致，去年起呢，陆陆续续出现在新社乡的某些角落，这代表着新沙乡呢，已不是在过去封闭的一个小乡镇，而渐渐要成为最有质感的观光地区了。这里没有喧扰的噪音，也没有污染的空气，只有美丽的风景陪您度过悠闲的午后。
白冷圳、柏朗尊，对于生活在都市丛林的我们而言，它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对新沙乡大大小小的居民来说，它却是儿时生活中的一部分，更是那养活一家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为对新社乡民来说，柏朗尊既是灌溉的泉源，更是向天争一口饭吃的最佳证明。民国17年当时兴建柏朗尊，常常16公里半，按本村复兴村本村内有定在8公里以下，所以有办下家了。按工人为了地方蓄水用水方面水田刚开，还是其他按个水桥有几下办了，按房管嘛20块错了，按这个分水管你不是讲啥样有3错本村有一错，政府一错还长的，开始上一来就替他个分水管了。按个工人是为了地方那个饮水方面钢块方面供应满一台，为了新下乡的饮水嘛进台了。没错，有一句话说得好，人定胜天，宁听生田。也许夸张自大了一点，可是当我们看到了那老祖先历经千辛万苦所留下来的结果之后呢，却又不得不为这宏伟的建设过程在心底响起了一声声的赞叹声。然而努力是有代价的，看着这一片片当初从无到有，时至今日树上却结满了粒粒金黄色饱满的果实，不由得佩服当年老祖先们智慧的决定，不但造就了今日新社乡枇杷王国的美誉，更留给了后世子孙那心中无限的希望。毕竟饮水要思源嘛。首先当返阳大家来到咱新社乡，阿良本地是复兴村，复兴村的枇杷是大概是来讲当河内的生产地方。它复兴村那个地方有2个地点，一个是头盔，一个是二盔。头盔嘅地方比较较冷，嘅早上时头变暗晡时头加冻强冷，所以呢枇杷来生产，嗰啲嘅地方生产使得出嘅嘅口味，尤其其他年初嘅时都如何采收咧，嘅嘅色係金黃色嚟，金黃色對大家來講都當喜氣洋洋，這個好嘅菜頭。有土斯有财，一句流传不变的老话。看着老板娘细心的守护着那一粒粒得来不易的果实，脸上的表情是快乐而有自信的。当然老板娘有说到，其实当初她并不喜欢枇杷，只是在阿伯的好说歹说之下才我次我爸爸都來到這個蔬菜拍攝期間，我嘛係土生到這個地方嘅。我爸爸將枇杷交俾我嘅時，我對佢就說黐妹都冇。我講咪冇嘅事，做乜係我做？我當上計幾幾皮哦，我想買哦。我爸爸講，佢慢掉啦，唔使少一年啦，那真嘅冇黐妹嗬，係將來恢復。好啦，一年過一年，經過自家見到嘅成就，枇杷又好事啦，又當強人嘅事，冇唔錯，佢所有嘅過程當咪冇。也真辛苦，所以我對枇杷有這種特別當隔日嘅嗰種我希望講，咱社會上大家做下時代來接受了枇杷，來食咱自家地方上所生產的水果。所謂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當我們工作小組正準備離去的時候，卻受到頭家跟頭家娘熱情的招待。看到這畫面，不禁讓我們深刻的體認到那種客家人好客的精神。看着頭家娘燦爛的笑容，相信會有更多的朋友想要來這裡，想要跟他們來交杯。不過我想最重要的還是為了那一顆顆又香又甜的金色的枇杷。
理位置极佳，早在日据时代，台中丰原就已经开发了许多高级休闲场所。宽敞便利的大马路是都市与乡野最好的连接，这也让观光果园这个新兴的行业首度进驻在这后山后水的台湾步道。早期因为台湾农业已经慢慢走下坡，所以那时候我们知道日本有个观光农园的产生，所以我们也尝试在做不过台湾应该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曾经做问卷调查去很多国小问那些小朋友你吃过橘子没有就有很多小朋友都说吃过，然后问他们你看过橘子树没有他们很多人没有看过所以那个时候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后来就在果园里面种100多种水果。我们最高目的是希望说这个农场里面有一个教育功能并不是让他们采果而已，希望能够来这边能够了解农村一些生活生产过程，还有一些生态环境。耗时又耗力的农耕产业，在从前都是刻苦耐劳的客家人从事。因为勤快的个性呢，客家人种出的农产品更是又多又好。农村子弟长大的陆大哥他就说，他珍惜这片将自己孕育长大的土地，他知道这片果园拥有了数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产，这绝不只是钱财可以衡量的哦。其实讲起来是我爸爸一个父亲一个心愿他因为他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不过他很喜欢办教育有一个日本帝国大学的长岛守根教授，他就跟我父亲建议说，他日本已经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在家里面下一个空间，去到学校一个下一个空间，四面都墙壁所以等于说他们长大以后发现到说他们的人格发展受到限制，然后就说人际关系看得很现实，投资事业看得很尽力，所以我们现在这边的话所以我们才会把幼稚园开在山区里面。其实大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室，比如说孩子读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比如说语文、听说读写我们今天把孩子带到杨桃树下刚才讲杨桃的故事，这就是语文嘛。我们这边数杨桃就是数学因为孩子学习是要透过眼睛去看，鼻子去闻，嘴巴去看，耳朵去听，手去触摸，那种感觉一辈子忘不了。所以我们观光果园其实一个很好的教室所以我们在那边看杨桃树叶的时候，叶子不一定是绿色的，它春夏秋冬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游戏，比如把叶子采下来，有大有小，可以比大比小比厚比薄水果一年四季都有，所以可以从开花到结果，一年四季变化非常的大，所以从大这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老板相信，我们可以给孩子一颗死了的果实，让他吃饱，但是我们更应该给孩子们一棵活着的果树，因为这样他们就能自己建构出自己的一片森林，他们拥有的就会是无限的果实。这是陆大哥所秉持的信念，他也会这么样的继续走下去。你等小姐啦我医生啦，讲唔是找到假面人啦就找到是当姊妹啦当姊妹讲伊咧讲细细粒大就看到太念来摘安尼当欢喜，小店摘个同耶路买无共款，因时间摘个内叶种子，因就摘内叶起妹嘛无共款也是同学会吃的带两料两吃的带健康也吃的烤肉也吃的摘水果也就好带也就好去泡中下肉随便来就就好烤肉，唔是带东西让用准备也就好摘柑抹个水果的肉有时节连晚感时节所以摘柑真好料真好地方太家无去嫌来捞款的在台湾呢，观光果园发展至今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了。老板有自信地说，我们已经做得比日本甚至全亚洲更好。请带孩子来到果园，在这里生命是无限可能的。欢迎光临。
随着对生活的休闲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加上周休2日的来临，现代人历经工作上的辛劳忙碌，更需要放松心情的好好休息一下。所谓休息是要走更长远的路。沿着山路来到台湾的中部董师，这里有许多客家人的生活聚落，其中位于台中县东势镇东屿的大安溪畔旁，占地212公顷，海拔在500至700公尺之间，有四季分明的迷人森林景色，是台湾最美丽的花园，人称中部阳明山的东势林场，你一定不能错过哦，值得你来感受东势林场的客家景物之美。当然，目前的这个休闲非常的竞争，市场会使讲非常的这个激烈。但是东势林场本着过去森林、自然、教育自然生态等等的功能，除了我头拄向各位报告以外，会使讲12月内底，拢总每个月都有它的花季、它的花型、花种当然，阮上特色的萤火虫会使讲是全省首屈一指的但是呢，自然生态、森林浴接受芬多精的洗礼，相信是阮上大的特色。大家感觉讲东势林场自然景观、自然生态、教育功能、会议的场所，会使讲甲人无同款。当你走入东势林场，映入眼帘的都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有枫叶转红的赏枫大道，火红绚烂的圣诞红及一片片相思林，真是美不胜收啊！顺着山坡阶梯堆砌而成的人行步道漫步，尽情享受大自然所赐予的森林浴，感受空气清新、气候凉爽、林间幽静、鸟语花香、景色迷人之外，也吸收了芬多精与阴离子的精华，具有强身健美的多种功效，提供您一趟健康又快乐的森林之旅。当你走累了，肚子又有点饿的时候呢，可享用别出心裁的梅宴大餐。每一道佳肴都是由梅子调味而成，除了开胃之外，还可以保持食物独具的美味。酸、香、咸、皮是客家料理的特色。因为我们早期东势林场的梅园梅树很多，有30几公顷，当然每一年的这个梅子产量非常的多。后来我就跟我们的大师傅，我们就大家一起商量，就来研究，就做了几道这个跟我们梅子有关的菜，研究了大概有2、3个月。跟我们的师傅都每天都不断的在尽量的制造我们的梅宴自己的先试吃到这个可以才推出来。看着众人大快朵颐、满足的模样，师傅所努力的一切仿佛都有了代价。趁着夜幕低垂后，发现草丛间一闪一闪的光亮，像是满天星斗。原来是东势林场的后山后穗培育出适合居住萤火虫的故乡，让来自都市的大人小孩们可以体验美丽而梦幻的萤火虫生态之旅。在经过一天的辛劳，可夜宿原始风貌的小木屋，这样傍山而居的建筑方式，具有客家人克勤克俭的天性，不难发现客家聚落过人之处。又係新業台嘅工人，帶頭東勢寮東勢林場對東勢嘅發展一態，所以留頭寮東勢寮家鄉寮無出去冇擺些投入做些，感覺寮唔滿南東勢林場帶來東勢街路嘅發展，嘛一島人留頭東勢寮冇出去冇擺做些。反映太期間有限來東勢林場了，謝謝羅拉。一大早登上东势林場頂端的觀日台，欣賞清晨的旭日東升及雲霧之美，將全東勢宜人的景色盡收眼底，能開闊心胸，陶冶性情。其實早期東勢林場古名四角林，原本是經營果園及林業為主，以客家人刻苦耐勞的精神，經過多元化改變，才演變成今天遠近馳名的觀光休憩重鎮。如果你想有不同的客家體驗呢，不妨抽空來一趟東勢林場客家之旅。